提到減重或健康飲食，大家都在聊蛋白質或戒糖，但有一樣寶藏營養素經常被忽略，那就是膳食纖維。其實它才是幫助你維持腸道順暢、控制食慾的神隊友。一字按鍵增加飽腹感，自然控制食慾。膳食纖維，尤其是不溶性纖維，如常見的纖維素，在胃中吸水會膨脹，能大幅延緩胃排空速度。研究回顧也指出，攝取較高穀物纖維的人，確實產生了更顯著的飽腹感。簡單說，它能騙過你的大腦，用更少熱量獲得滿滿飽足感。二字按鍵促進腸道蠕動，排走廢物。不溶性膳食纖維可以縮短腸道運輸時間，增加糞便體積，是改善偶發性便秘、保持腸道規律的關鍵。清走體內積存的廢物，是邁向健康非常重要的第一步。三字按鍵穩定血糖，提升代謝。膳食纖維可以降低餐後血糖反應，推薦餐前補充。研究表明，補充含有纖維素的產品能顯著降低過重成年人的體重、BMI 和體脂率，達到減脂不減肌的健康效果。每日應該吸收多少膳食纖維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及多國營養指引，成年人每日建議攝取25-30克膳食纖維。然而，現代人飲食精緻化，普遍每日只攝取約15克，嚴重不足。以下是一些常見高纖食物的纖維含量，每份食物分量膳食纖維含量：煮熟扁豆1碗，約200克，約15克；奇亞籽2湯匙，約28克，約10克；牛油果1個，約200克，約10克；煮熟車厘茄1碗，約200克，約6克；全麥麵包2片，約4克；香蕉1斤，中型，約3克。要達標，每天需要吃大量蔬果、全穀物及豆類。對忙碌的都市人來說並不容易，這正是高效補充膳食纖維產品登場的原因。康寶萊助你輕鬆補充膳食纖維。如果你也想懶人式高效補充，不妨試試康寶萊的黃金組合。營養纖維粉，富含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纖維，容易溶解，可加入水、果汁或營養奶昔中攪拌均勻飲用，輕鬆補充纖維而無需進食大量食物。康寶萊營養蛋白奶昔系列，榮獲低血糖負荷、露字有與低升糖指數、露字艾雙權威認證的代餐。一杯含有約1個蘋果的膳食纖維及相當於2個雞蛋的蛋白質，提供均衡營養，幫助達到減脂不減肌的效果。進階輔助：Lipaban加甲殼素。想進一步提升控重效率，可搭配以下2種產品：抗脂片 Lipaban，獨特水溶性纖維處方，採用純天然成分提煉。餐前服用能與食物中的油脂結合，協助減少身體對脂肪及膽固醇的吸收，同時產生飽腹感。配合健康飲食與運動，有助加速減重效率提升。甲殼素源自蟹等甲殼類動物外殼的天然膳食纖維，能在消化道中與食物中的油脂結合，減少脂肪被身體吸收。建議除較油膩的一餐服用，尤其適合喜歡聚餐或偶爾外出用餐的人士。如果你也希望讓纖維及控重輔助產品成為健康路上的得力助手，現在就行動起來吧！喜歡我的分享嗎？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分享同留言，有問題可以 WhatsApp 我。拜。